點解有啲人咁童顏，有啲人又咁顯老呢？原來女人有養功同冇養功好大分別㗎。有冇發覺隨住年紀增長，面色越嚟越黃、暗淡，色斑都浮晒出嚟，成個人好似老咗10年咁啊！我半年前都係咁樣嘅狀態，當時係我人生最冇自信嘅時候。睇完中醫之後，發現原來嗰陣時係咁樣係代表內分泌失調。我已經做咗一排 Inami 嘅內分泌調養療程。首先會用英國皇室御用精油疏通我嘅背部經絡，可以平衡荷爾蒙分泌，補腎益氣，增強免疫力。然後會做腹腔穴位按摩，去促進腸道健康，防止子宮下垂，規律子宮周期，溫經散寒。跟住會開始針灸，去促進氣血運行，改善經痛。最後仲會幫我敷埋結合6大天然靈藥嘅敷膜，去調理氣血，加速吸收。每次做嘅時候我都覺得好舒服，有幾次仲瞓着埋添，而且每次做完去廁所都覺得好順暢。幫女性調理內分泌，溫經散寒，同埋提供養分俾子宮。只要做好內外調養，好氣色自然會喺面上反映出嚟。老公而家都成日讚我面色白裏透紅，唔使化妝都成個少女咁。